真係好羨慕啊！我都好想有呢個機會啊！我真係好想做明星啊！咦，先生，你都想做明星啊？我係呢間娛樂公司嘅經理人，你都知如果想做明星，我哋呢行係有啲規則㗎啦。你入過明星嘅化妝間未啊？等我帶你參觀下。嚟啊，跟我過嚟參觀下。跟我過嚟啦。呢個就係明星平時化妝嘅地方啦。我而家覺得好似做緊明星咁樣啊，好開心啊！好正啊！你做乜嘢啊？唔好咁樣啊！唔好咁啊！你做乜嘢？你想點啊？唔好啊！你明㗎啦，想做明星就要遵守我哋呢行嘅潛規則㗎啦。上手。好痛啊！原來做明星咁痛嘅。自此之後，此男子被騙到 QQ 園的偶像集訓營，飽受凌辱，接近不近人類的生活。後來他成為全球最熱門的男明星 OPA， 但他時常做出古怪行為，外間認為他有過度活躍精神病。